药文熬制，巴味熬制哦。好，咱直接来读1654年11月10号拜二。今仔日又搁租用6只篷船出港去大船布雷达号甲变雷船坎边号遐载货。即寡篷船拢伫下晡陆续转来吼。对坎边号载货捆包的衫甲护照，对布雷达号载米转来，并且咧伫咧厝地来直接来靠岸，真紧来落货，经过斟酌来检点了后，拢放入公司的仓库里保存起来。变雷船佩利干号对巴达维亚载来，互车的迄寡卫官也命令该变雷船挖靠栈桥甲伊落来。迄只细只领工船今仔日因为派去遐的迄寡士兵大力协助吼。已经被杀到开始进入水上的地方咯，这什么意思？看无？今仔日天气真好，微风对西北方甲北方清冷吹来。今仔日应该11个读完无问题啦。11月11号拜三。今仔日lu动昨昏又搁用迄寡篷船对坎边号载货各种捆包的衫甲护照，也对布雷达号载货足侪包米，转来厝地来落来到浴场，并且保存起来。现在上水迄只变雷船坎边号已经落货落到会当来入港咯。听到领港员 Sick Peters 安尼讲了后，就决定。该领港员嘛同意讲，明仔载就要去甲该船引入港内。又搁为着要按照计划派大船布雷达号作为本季第一帮船，尽量要对台湾尽量较紧对台湾航空巴达维亚。所以今仔日就互变雷船佩利干号挖靠厝地栈桥，装上真侪新的糖。以便伫咧后一次适当的机会，就来出港，再去交互上述大船布雷达号。迄寡新仔人的篷船差不多拢无适合装糖，因此变雷船坎边号入港了后，也共款要载糖出港去交互上述大船布雷达号。有2只新仔人的篷船对新仔沿海来到遮，载130个查甫。新仔生理人叫做边果亚，对沿海共船进来遮，伫即寡船上载有52担盐、123捆纸、580斤油、200袋空眼布、20锭黄金、3担茶、388包薰草、2个铁花。3队有1只篷船对遮出航前往西南沿海，坐50个查甫。载有1525斤鹿仔肉、7540斤咸鱼、1400斤糖水、300斤福尔摩沙的甜，也有1只篷船航往本岛的南方，载14个查甫，空无载货。阮对翻译员何斌官也知影讲，伊对即寡篷船听到消息讲，船长 Hark Powers 以及含伊斗阵的迄2个人去过金门，并且对遐被当地的官员送去安海见郭信爷，深信讲因偌久就会对遐被带转来遮。今仔日规工拢是真好，而且适合航行的天气，有舒适的微风对北方吹来。11月12拜四。装糖到变雷船佩利干号的工作进行顺利，今仔日总共装了400箱。该船将伫明仔载，若游玩好天的时阵，好天气啦要载出港外去交互大船布雷达号，也用舢板装了几箱的糖，要送去交互布雷达号。
因为天气真好，风影阁平静，也有几只租用的篷船空船出港。伫咧中昼，就对 Breda 号、Whitpart 号甲 Valk 号满载着米转来入港，并且落来。迄时，彼得船坎便号也由领港员顺利带入港，看到南港岛的水深10尺，下晡有冷风轻微对西北方吹来，并且透规暝。12号13。拜五，冷风也继续吹来，但现在是对北方直直吹来吼。比雷船霹雳舰号用篷要出港，但是风愈来愈强，只好伫即个港岛里来拍定停船，等候较好的天气。不哩个比雷船坎便号一来瓦克栈桥，渐渐来甲所在号召落来。今仔日伫佛罗摩萨议会呢，商讨关系到要分发即寡船只去几个所在，以及要用即寡船只再运送现款甲货物的代志。详细内容请参阅决议录。今仔日因为强风巨影，所有的篷船拢无法度出港，其他的船只也无法度出港，只有一只大船的小船为着 Breda 号载20箱糖出港，因此今仔日规工拢无法度对迄寡停伫个停船处的大船来装卸货物。即个装卸即个卸，我查一下音，我毋知我声了读对无？写对吼，第三声写，或者是写第七声。写是头起，褪去，脱掉就对了吼。放杀，离开，出在。写书、写载、写载吼、写载、写迄角哦。读第七声是写书，写书就是退后哦，写书就是退后意思。毋爱游园插迄阵诗的意思。哦，写书就是毋爱游园插去战书的意思，无想要插，但是游园去插啦吼，叫做写书。我来查一下大字大词典，写书 ，SIA 第七声 ，SU 第七声，无即个书。我看册台语敢有人其他的伫电视顶有收无 ？SIA 第七声 ，SU 第七声，写书。敢若日本时代tango单语名累积，但是无几数呢。敢若写汉字，写汉字写倒写迄个写书，倒写即个写汉，咱即马读的即个装卸即个写无共。啊，当然应该是共一个书啦吼，只是汉字用无共。写书。有附即个原文的 scan， 但是看起来是无几色哦。伫倒？伫遮写书嘛是写写书。
定义无规则。但是监理点规则就是讲，爱由阮插即阵书啊，但是即要咱做例句我都袂晓吼，写书。好，转来日志啦吼。讲因此今仔日规工拢无法度对迄停伫停船处的大船来装卸好呢，因为阮斗队必须要顺服上帝旨意，就安尼过了一工，风影足大一工吼。11月14，拜六还继续日头北风，不过天气良好。影也无昨遐尔大，因此呢，现在中国国下又搁派4只篷船出港去日本来的船遐装货。即寡篷船下晡就载米转来港内，也甲米落来。载船要去到布雷达号的避雷船佩利干号，也无法度出港，因为海水节啊来伤早，一个又搁来伤晚。这什么意思？看无？什么海水潮水一个来伤早，一个来伤晚。而且为着要用舢板载船出港，即种风力还伤强。不过布雷达号的小船却顺利航行一逝。避雷船坎便号是规工伫遮外口站桥领导号召。11月15号，礼拜日。真好，而且互人真舒适的天气，有温暖明媚，即个媚要来读，美哦，我袂晓了，还是美吼，第七声，嘛会使读片面的面吼，食面的面啦，共音啦吼。美就是讲好听的话吼，溪海激痛、疼惜、亲爱、甜蜜，甜蜜就是谄媚吼，甜蜜。咱来看一下第二大书店吼，溪海。即个词呢，我是对阮某学着，但是伊的腔口是讲溪海吼，溪海漳州腔吼，阮讲柯海吼，柯海呢汉字都是诙谐啊，但是呢，伊的意思小可接近，但是无介接近吼。我是讲含华语啦吼，溪海是第轻浮的动作，比如讲，迄个人讲话真溪海，即当阵讲了真溪海，毋是讲真诙谐好笑，毋是，是真轻浮吼，这是负面的啦吼。第二个是表情动作，嘛是叫做溪海。例句写讲大花的溪海，行路另外有一个溪海，吼，两个例句。大花的溪海是啥？表情动作真大的意思啊！行路另外有一个溪海，就是行路毋做伊伫行吼，搁奇怪怪动作啦吼。行路搁另外有一个溪海吼，所以溪海就是表情动作吼。第三是过分做作啦吼，华语安尼讲吼。过分做作是啥物？激溪海、激溪海、激柯海，吼。啊，我对阮某学着伊是安怎讲咧？伊讲，哇，迄个人遮侪溪海吼，溪海特别多吼，就是过分做作啦吼，激溪海就对啦吼。华语要安怎翻译，我实在都毋知要安怎讲。我
知影一个真紧，就是即个歌本地因兜诶人拢真侪溪海。对啦诶，所以讲足侪你溪海是有够侪吼，真侪溪海，就是花样特别多啦，华语就是讲动作花样特别多哈，所以就是这个意思，嘿，就是三尼讲的这个例句哈。所以拄则讲表情动作是亏害，过分做作嘛是亏害哈。表情动作特别多，安尼就是亏害哈，极亏害。这是拄则因为对甘米店家看到，因为这个美丽哈，风光明媚这个美哈，美丽哈，伫台语原来有，就是有讲好听的话哈。嘛有溪海的意思，所以溪海这只是什么意思？就是表情啦吼，得痛疼惜，得痛疼惜，这拢是美吼。伊无做例句，所以敢若安尼解说，其实我看无知要安怎用这个字啦吼。亲爱甜蜜，好，来咱来看甜蜜。甜蜜下底有甘米店下底有写讲，会当谈蜜嘛吼？甜蜜就是讲普通的话，还是用蜜吼？讲普通的话啦吼，讲顶头讲好听的话叫做蜜吼，相关的吼蜜就是甜蜜嘛吼。讲好听讲普通的话就是蜜，甜蜜吼。我来看大理大书店安怎修这个书。我直接用汉字看找。大理大书店有修甜味吼，其实是修甜味啦吼，B 开头母伊吼。其他口口则收甜味吼 ，M monkey 迄个 M， 甜味吼，解说是甲人抱他华语的拍马屁吼，华语拍马屁这绝对是四万爱家己写。我来看一下日文，甜味伫倒位？呀，无解说，另外一篇，有啦，甜蜜，因为另外一个音甜蜜无解说，伊叫你去看甜蜜无解说，叫你去看甜蜜，好，叫做欧莫内鲁。OK， 欧莫内鲁呢，就是 to flatter。To play up to curry favor with, to fawn on, to cater to。这英文煞颠倒足侪字，我拢看无。To flatter 这是我知啦吼，就是 flatter 就是甜蜜啊，要不要来翻？好，转来21遮吼。11月15礼拜日真好，而且互人感觉真舒适的天气。已经9:51啊。有温暖明媚的日头，我直接都读了吼。温暖明媚的日头，当然台语无人安尼讲啦吼。烧热吼，会讲有烧热。
光灿灿的日头。透早用三板和大船的小船对此地载180箱糖去予大船 Breda 号，也派6只篷船出港，去迄寡对日本来的船以及迄只 Koenig van Pollen 号遐。即寡篷船中昼就拢载米甲护照转来港内来挖靠岸，因为天气真好，所以伫港到了后就来甲伊落好。篷船日兰迪亚号现在对平湖转来遮，迄只加入船 Sword Voss 号的下设商务员 Cornelis Winstorp， 以及对西南沿海的厦门转来的篷船日兰迪亚号的船长 Hark Powell 和伊的同伴，也拢同船转来遮。如上述，因坐篷船日兰迪亚号，因坐篷船日兰迪亚号，伫顶个月10月初是第二摆离开遮航往淡水，要去查看为何迄只加入船 Sword Voss 号遮尔久也未对遐转来遮，并且伫会场的时阵要载涂炭转来，但是因伫会场的时阵未当转来到遮。离去西南沿海去遐停船，因对当地情况不加考虑，为着要好耍，走去金门上岸，被当地官吏送去厦门见国姓爷，煞一直留伫伊的大所在，受到热情的接待，并且予因生活费甲其他需用品。最后，还佫用一只伊的篷船，要甲伊和伊的同伴送转来遮。现在即件事已经真美满来结束。对即件事，阮看会出来，荷兰人即卖已经比几年以前伫西南佫较受到敬重咯。阮现在对上述下设商务员 Winstorp 收到淡水的技术铺甲校铺。也收到一张商务员 Thomas van Iberen 顶个月10月23号写伫淡水的内批，阮奖励得瑟对即张批知影讲，上帝亲手接拍迄个地区，互差不多伫遐所有的人，包括荷兰人甲荷兰人的俗民，拢感染重病、重病拢感染重病发烧并且随死去淡水即马传染病伫迄只加入船 Sword Voss 号，伫即只船伫平湖来坐队但是根据该船船长来批，该船已经无损害来，又搁转来到水上上述伊本人装有209领的落皮甲大批的涂炭，以及伊本人是人名来装者，讲毋对，以及14又搁1/4里尔重的沙金，是多罗万，就是所认为的金矿，就是进前所认为讲有金矿的即个所在啦，的原住民送来淡水，由上述伊本人用铁来因交易买来，是以1里尔重的沙金支付8荷兰元的价销来交易。即寡落皮甲黄金呢，现在已经用即只篷船日兰迪亚号对平湖载来到遮。该加入船 Sword Voss 号的船长来批甲阮讲，若有可能，伊嘛要坐该加入船转来即个台湾遮比如船 Witwatersrand 号伫中昼顺利入港咯，但是 Pelican 号犹是无法度出港。中昼未遂的冷风又搁对北方继续透来。入夜以前又搁绑好，并且藏好一批要装箱的糖，以便明仔载起透早要，若是风影平静，就要用3板
再去交互布雷达号。今仔日敬拜上帝。今仔日有7只帆船对西奈海来到遮，坐560个大波，再来374担盐，2902包薰草，43捆粗纸，1080斤油，210个铁瓦，12匹的端，2道茴香，15锭的黄金，263篮的棉环，1道日本的薰草，21篮的茯苓。也有一只帆船对平湖来到遮，坐9个大波，空无载荷。11月16拜一。用希腊人的帆船去港外停船的所在，对迄寡大船落货的工作顺利进行。即寡帆船下晡拢满载着护照或者是米转来入港。今仔日早起又搁用3板载797箱tran去交大船布雷达号，就安尼载一两逝，迄只大船就会当满载，就会当出航咯。伫咧即个中间，也为着即个进行所有的准备工作。伫咧即个中间也为此进行所有的准备工作。彼得船为此就是为着伊要出航啦吼。彼得船为特瓦克也来瓦克来靠岸来落货。上午风影平静的天气，但是下晡又搁对北方透起冷风来。伫咧通常的暗倒了后，伫议会里决议，就是将会坐上述大船布雷达号离开此地的退伍士兵，将要互因每一个人拢全副武装去上船，并且安尼来行离去，因为飞碟公司伫此地的武器伤多吼，而且万一即只大船若半途拄着敌人，安尼也较安全。也决议讲将会允准即只大船来坐希腊人，但是上侪坐20个人，因为即寡希腊人来拯救，互因以算乘客身份来坐即只船啦吼。阮听到对迄个粤港来的消息讲，迄边飘来大批荷兰船的船骸，其中有真侪铁螺丝。即寡铁螺丝含迄寡插头，若是对即寡即个残骸甲拆落来，保存起来，伫咧需要的时阵也阁会当用啦吼。因此，阮就对此地下令如此来办理。今仔日，阮对一只自南坎来到遮的希腊人北上的帆船，又阁收到商务员 Thomas Van Iberen 对淡水寄来一张批数期本9月12号，内容讲迄角位的疾病吼，甲即个热病吼发烧的热病，愈来愈猖獗吼。我又阁袂记猖獗要哪翻了吼。猖獗是要哪翻？出台语，哎呦 ，Amber 收枪拱哦，枪拱 ，Marino 嘛有收枪款哦，枪拱枪款 ，Amber Marino 拢有收哦，枪拱枪款。好。我今日看一个书叫做《唱秋》，这是敢若我细汉的时阵吼，布袋戏用的一个书啦吼。我查一下《唱秋》，敢真有这个书？当然是有啦，这个书啦，就是讲家己看明的啦吼。CHHANG 唱第三写秋 CHHIU。
CHANG 唱，第三声手 CHIU， 第一声。哎呦，真正有呢！人咧报道用的这是唱秋，但你大词典有收吼，唱秋。第一有3个规则吼，第一气甲翘喙秋叫做唱秋。第二个就是我对报道学到啦吼，典位风叫做唱秋。哇，讲即个人诚唱秋，就是即个意思。诚嚣摆安尼吼，诚唱秋。第三反对嘛叫唱秋，但是我第二甲第三我是毋捌听过吼。好，迄一角位啊，疾病甲热病愈来愈猖狂啦吼。我袂讲唱秋，因为我感觉唱秋典韦风这应该是人讲人，而且呢，迄个第二次报警的原住民，因为我毋知无确定，应该是报田啦、报黄啦吼。迄个第二次，因为后壁有看到写讲是米嘛吼，迄个所以我做田人出身的吼，农家出身的吼，阮讲报田或者是报黄啊，报毋是播种迄个播，报是布置布放迄个布吼。报田报黄啊吼，所以迄个第二次报田或者是报黄啊的原住民，将会伫个后个月对因的稻田来收割因的米。所以因为这是要收割稻啊嘛，所以收割因的稻啊啦，这拢是真正是外行的米无法度收割吼，稻啊才有法度收割，米都已经拢是种好势，种甲剩白米尔，还是要收割啦吼。将伊伫后个月对因的田来收割来割稻啊吼，讲淡水遐啦吼。可知当时淡水原住民已经一年种稻2季吼，这是国号内底写吼。一般伫北部嘛是安尼吼，一年就是2季啦吼。早冬甲晚冬吼，我记得是安尼讲，早冬晚冬，即我较安尼讲，我来查者吼。早冬，早第二声冬 TANG， 足久毋捌听到即个词啊。好，早冬就是第一期的稻作吼，收早冬吼，啊晚冬。BAN 第7声，晚冬汉语以前写即个缓和缓伊个缓哦，晚冬是稻啊第2期吼，叫做晚冬吼，晚冬稻，早冬晚冬吼，安尼就一年啊吼。这我细汉定听着啦吼，早冬晚冬，所以为虾米我是想着讲一年挂2遍，就是我会想着即个词吼。唉，我为虾米偷开呢？因为即个世界就是安尼吼，时间过就过啊吼，过往的所有失去的一切，以后可能永远袂阁转来吼。我即摆讲的毋是讲咱最近这100年来才是安尼，台湾变化遮大，毋是整个人类的历史，可能足侪代志一去，足侪代志500年前过去了后，就永远就免想要搁出现啦吼。1000年前、2000年前、3000年前拢相款吼。所以我即摆讲早冬晚冬即摆即种讲法，除非你搁咧种田的啦吼，无以我即摆我也无咧种田的吼。以后要搁讲出即种，就无啥物机会啦吼。啊，要听着讲是大人啥物，要讲即个事嘛，无机会啊吼。好，可见迄当阵淡水原住民已经1年2冬，
不是一个，一年种着2季啦吼，就早冬晚冬。因此呢，伊认为讲迄边的地方会议应该比通常的日期延后1个月来举行，因为因人后个月要挂场啊，毋通伫迄当阵办这个吼，挂场就无用的吼。又搁因对勘辩号所提出的迄一箱钱呢，根本无够伫2位的即个驻军的使用，无够通用啦吼。因此，因要求对此地经由陆路，搁再送一寡钱去，无论是荷兰或者是日本的钱，拢会当送去，象征会当参与该函，就是伊别人所写的迄张批啦吼。伊甲阮伫此地台湾，伊阁感受到500-600的地动，但是无介强，嘛无持续介久。11月17拜二。今仔日又阁用3版，载120箱糖去交互大船 Breda 号，也继续派迄寡租用的新仔人的篷船去落迄寡大船的货物。Witwack 号也伫此地岸边继续来咧落货。天气真好，微风对北方舒适，而且静静出来。阮现在对转来迄寡舢板知影讲，迄只大船 Breda 号今仔日已经完全满载，总共对此地装645箱的糖，船里还佫有对巴达米亚所留落来600箱，合计是1245箱糖。此外，还佫有烧麦甲其他货物。下晡伫咧议会里一托要用大船 Breda 号送去互巴达米亚当局的书信。我看无咧，为虾米伊对巴达米亚载来600箱糖，今仔要佫载转去？好，继续吼，就是下晡伫议会里读迄张要用大船 Breda 号送去互巴达米亚当局的批的剩落来部分，决定。剩来部分是讲迄张批剩来部分咯。决定要将会照现在即种情况送去。另外，将敢若会加上载货单甲来往的批，然后就要甲即张批甲封口起来，吼，要甲封起来。小等我一下，我摕只充电线。奇怪，我充这个线走一对。哎咻！是别靠了，这去。哎，这里啊。好来，11月18号，就是11月最后一天啊，吼，最后一天的日期。拜三，阮伫此地台湾又搁感受到2岛的地动。好来，咱来看下对注脚写讲，1654年11月18号拜三的东岸破去啦吼。我拢一直读算，我即字应该是无读毋对才对啦吼，破损的损吼。有2个音，算甲顺吼，拢会使吼。算应该白话音啦，顺是应该是文言音啦吼。啥物感觉足热啊？其实我即下吼，即2天较温度较悬一丝啊。之前暗时拢遮凉，我都爱穿长。好，
好，算甲顺吼，我有时啊，你有时啊会听我读顺，有时啊读算啦吼，读算较济啦吼。好，咱转来遮，伊讲下底注脚讲，即工的东岸破算，因此呢日期无完结，也无签名，大概是最后一夜去为失去啊，放弃啊吼。啊，所以后壁拢无去啊，你看吼，11月18号到遮就结束啊。后壁是补充资料，补充资料一般咱拢是一篇啊，对11月18补充到过当年1655年2月27号，所以咱后一篇读了就直接跳到1655年2月去啊，2月底已经2月结束啊，3月啊吼。好，来补充资料，这篇补充资料竟然无讲介济，一般补充资料拢偏好拢食大篇，结果这无介大篇。好，来补充资料是安尼写的：长官 Cornelius Caesar 伫一张1654年12月2号写伫热兰亚社报的批里呢，讲自从1654年11月中旬以后，无偌侪重要代志会当放过，就是无啥物大代志通好写啦。不过伊证实讲，迄寡公司的人员为着迄个期间到位的船只要装卸货物，是非常骨力。伊答应将会监督此事，互装船的代志尽量较紧完成，以便即个避雷船可能van Polen 号伫个归国舰队航离巴达比亚以前，再大配糖去巴达比亚，交互迄寡归国舰队。即只避雷船所载的货物，除了糖以外，主要还佫有黄金、银、小麦，甲一寡要互公司商管用来交易糖的商品，合计总价值约相当是194409号吨。自从11月以后，真少新仔人会碰船来台湾，因此生理人差不多拢买袂着黄金。毋过因建议讲，迄只也已经差不多是准备好要航讲巴达比亚的避雷船 Witwatersrand 号。搁再停留10天，因为因认为讲要搁买到黄金的机会真大。迄只伫个皮湖沿线真久的加入船 Witwatersrand 号，总算伫个12月29号转到台湾的停船处来停。即只加入船也随将派往巴达比亚，并且要载着佛罗摩萨今年最后的批甲文件去遐。现在迄只领工船甲加入船也佛罗摩萨号，两只拢因为损害会袂当，所以袂当航行。因此，因为欠缺小船甲驳船咱足久无读到驳船啦之前讲驳船就是junk 啦，就是容客船啦，就是篷船啦。因此，因为欠缺小船甲驳船，迄只日兰迪亚号的人员非常的辛劳。讲下这是什么意思？下底这是写讲，顶头是长官 Caesar 凯撒啦吼 ，Cornelius Caesar 和就是即嘛台湾长官伊名叫做 Caesar 吼，和佛罗摩萨议会议员写互总督。马兹伊克的批印尼总督的名我今仔头一搭看到好，台湾1654年12月2号。后来后一篇，我先讲伊出处啦是伫个总督一般报告1639-1655年 ，Mark Zuiker Hoff 一堆人名7234567个人。好，写算这篇个总督一般报告内底即个人，即个人什么意思？
毋知吼，巴达米亚1655年1月26号786到787页诶款吼，对内底收，应该对内底抓出来吼。好，咱来看伊安怎写。鸡人甲淡水诶城堡分别伫1654年4月20号甲12月初4被供应好姆，啥物意思？供应好姆，总价值是38484毫吨。迄只公司诶旁船日咱2号是伫10月初4。第二摆被派去淡水载大批土炭，被强烈诶北风飘去西南沿海。伫遐船员因为需要来航往金门，而且拄则有读过吼。该船诶船长朴纪元甲医生起山以后吼，被新仔官吏来扣留，其他船员包括迄个大副以及及时起定来逃走，互该船含船顶诶货物免被新仔人来没收。该船伫迄个大副诶指挥之下，幸得安然转来到台湾。留伫新仔被监禁诶迄个船长和伊诶同伴，无久就被释放，被放出来吼。因伫11月坐一只新仔人诶篷船，转来到日兰野城堡。根据日兰野城日志是坐公司诶篷船，日兰2号转来到台湾。这段经过上述日志记载较详细。因伫迄个日兰野城堡报告讲，因必须要去见官吏郑成功诶情形。即个官吏伫金门担任首长。后壁括号写讲吼，即种描述容易混淆视听吼。混淆视听毋知要怎翻译吼。我先查一下混淆，看一下时间18分好。混淆。Excuse me. Excuse me. 好，混淆就是参滥啦，参滥吼，参插吼，参差吼，参差吼，参杂，鱼目混珠吼，鱼目混珠啦吼。含参甘吼，含参甘，含甲甘参做伙啦。好，倒来遮吼。但是这混淆视听，毋是即个参的意思，其实是扰乱吼，扰乱视听吼。含即个参杂、参滥无共意思啦吼。好，讲伊安尼写吼，伊写讲去见即个官吏郑成功，即个官吏是金门担任首长，讲安尼互人算扰乱视听啦，互人即个误会吼，互人以为讲郑成功只是金门的首长，而且。根据日志，这3个荷兰人是被送去厦门见郑成功，并且是对厦门转来到澎湖，然后才对澎湖坐荷兰船转台湾。因表明身份了后，伊就随阮准因离开金门，航回台湾。吼，好，来这篇个第2段。甲马兰的叛徒威胁因附近真侪甲公司友好的村社，迄寡受害者已经一再甲日兰野城堡的主事者讲，若是联合东印度公司无法度确实保护因，
免受即寡加马兰人的暴力，因就只好归顺加马兰特务选择。了咱掠城堡的议会担心，讲即种反叛的情形偌久就会发生，因为目前即个政府无够额的财力来派兵去迄个山峦重重的即个山区出征，而且为着要小可来控制伫淡水南方的迄寡村社，都已经非常辛苦了。像德产的居民就完全无咧惊啦吼。甲即个商务员讲吼，甲即个商务员Thomas van Iberen讲，就是淡水的底下的长官吼，因拍算要去做强盗打劫吼，即个德产社直接讲，我要来抢。德产的人家己有安尼讲无，互人真怀疑啦吼。淡水和鸡人的要塞拢已经修理好，这两处的驻军合计以其所需求的兵力是140个人。淡水的商务员送小数量的即个黄金去台湾，即寡黄金价值相当是15里尔。即寡真稀罕的福尔摩沙黄金是我方的人用铁多罗曼的居民买。东印度公司的商务员真清楚，即个方式的交易，公司还佫会付出真贵的代价，因为福尔摩沙人是要用即寡铁要去打造武器吼，制造武器啦吼。Verberge 描述即寡代志的报告，如同伊伫咧台湾即前时期所写的报告，也送转去祖国，互公司的董事看。这是顶头讲的，拄则讲的总督一般报告。过来后壁即原来是总督一般报告，1655年4月，拄则迄篇是1655年1月吼，1月吼。因为1655年最初几个月定定有暴风，所以迄段期间船只袂当对新仔航来台湾。直接的影响就是拢无新仔黄金搁再来台湾啦吼。根据伫咧新仔流传的谣言，满洲的军队又搁要再来攻击郑成功，要甲伊的势力逼退到新仔沿海省份。伫福尔摩沙阮又搁希望会收获相当多的糖。伫南方迄寡叛乱的福尔摩沙人又搁肆意抢劫杀人吼，就是又搁乌白抢劫杀人啊啦吼。议会决议要派100个士兵和20个水手，伫咧电官 Frederick Skidel 和队长 Thomas Peddle 的指挥之下，去遐要出征。好，补充资料读煞。时间搁剩5分钟，咱继续读落。1655年，各位已经过一冬啊吼，总算过一年啊吼。1654年读足久诶，因为每一篇拢足长诶吼。1655年2月27号拜六，有小标题写讲，长官 Cornelis Caesar 主政之下诶热兰亚城日子，1655年2月27日11月9号，这等于是即本日子诶开头啦吼。对1655年写讲，伊是对1655年2月写到11月啦吼。第1213卷吼。好来，咱继续看。1655年2月27拜六早起平静，美方对东方车来。加入村斯沃尔瓦斯号的主管来实行。歹势。阮将物件交互因，伫咧即个中间，风开始往北方持续一直吹去，因此即只加入船就起定用旁，并且驶出即个港道。
下晡就行出阮的世界咯。愿万能的上帝带领伊，就是苏瓦的瓦斯好吼，加入阵，愿万能的上帝带领伊顺利到巴达维亚有定的停准的所在。伫即只加入船内底，陆上述装有120箱，就是26,765斤的砂糖。即寡砂糖呢，按照发货单支出是4,819毫吨的费用。风还阁继续温和咧吹，约要暗4点钟，阮伫咧厝地又阁感受到一厝的地动，无强烈，但是持续长久。而个最后一天，2个礼拜的礼拜，犹原是透强烈的北风，今仔日敬拜上帝日子。1655年3月，伫咧台湾的日兰野城堡，写一句毋知啥物意思。好，3月咱真正我看，剩3分钟。好啦，3月来读一下吼。3月初1礼拜一，良好又阁舒适的天气，有爽快的凉风对北方吹来，无啥要事。只有一只篷船出航前往西南沿海，坐50个大埔，载有24,273斤落仔肉，9,140斤咸鱼，2,735斤帝王鱼，114斤乌鱼子，266斤落仔壳。另外有一只篷船航往佛罗摩萨的南方，坐8个大埔，载有10担盐甲5袋米。3月初2，礼拜二又阁是真好的天气，平静而温暖。小人的政务员 Cornelis Verberg 向长官阁下命令，今仔日发放26,520磅的米，互伊管区里所有需要的赡养家庭吼。诚侪公司救济吼，公司所分的救济，互小人社的人有114个赡养人，114个赡车人啦吼，每一人80磅，总共9,720磅。互麻豆社的人有155个赡车人，每一人也80磅，总共12,400磅。互道路国社50个赡车人，因为定定用该社通道，所以每一人互因100磅吼，所以总共5,000磅，合计路上26,520磅。今仔日阮收到电官 Frederick Skidle 先生对好无人寄来一张批，数期是2月24号。即间写讲，伊对车坎500去到好无人。大约我观察了伫迄个中间的村舍，看到状况算袂歹，伊还阁对遐要500继续前进，然后要伫咧会场的时阵，将会搁较彻底来查访。查访是到底查访啥？看无？伊伫咧第落山也接报，关系到学校教师 Dirk Scottes 被控诉的代志。即个 Dirk Scottes 是伫对主卡写讲，伫第落山担任学校教师。1655年以后，转去荷兰去带着家眷转来亚洲吼。好，咱来看控诉啥吼？被控诉的代志，就是伊前一阵仔来厝地了后，非常虚假无老实来陈述关系到佛罗摩萨人的代志。不过，伊即种装作的错误，装作的错误，并无像所讲的遐尼严重。又搁因为伊通晓迄个地区的语言，因此，互伊继续留任，而且
伊事后也已经牧师哈布鲁克认错，并且答应要改过自新。好，3月2号读到这结束，我已经超过1分钟，无啥物笔记啦吼。专利的亏害了了吼，这对，即句话阮某嘛定定安尼甲我讲，所以我即讲，就是讲阮某我对伊遮恶意，伊拢咧讲我亏害了吼。好。亏害了，讲念安尼读。专利的亏害了。对，专利的亏害嘿，你亏害了啊，专利亏害了，拢你变出头安尼，变一堆出头。后面2年爱读专利的亏害了这样。对，我看卖啊，咱查一下大理大书店有这了。我的 keyboard 啥人反应足歹。我直接用汉字好啦，无法音要安怎拍，我无解清楚。大理大书店收的是了啦吼，了是全部拢是，或者是了尽啊，拄则讲全部拢是嘛，了。我为什么读了呢？加贵海了。专利的亏害了。海了。对，海了是安尼无毋对啦哈。对。但是我为什么读轻声呢？因为我读轻声，吼，了是轻声啦。应该是因为我亏害无变调嘛，迄个海里就是海，我无变调，所以亏害读本调后壁就轻声了安尼。你知影我咧讲啥？意思就是。但是音是亏害了。亏害了。你要读了嘛是会使啦吼，就是亏害了啊，专亏害嘛，就是意思吼。是。我是专利的亏害了，就是重点是伫亏害吼，重点是亏害啦。当我安尼解释的意思就是讲，重点是伫亏害，轻声就是无重要的意思啦。当然，毋是讲无着啦，轻声是讲我要强调的是头前这个，毋是后壁这个啦吼。所以专利的亏害，专利的亏害了，就轻声讲一下吼。专利的亏害了。对，我惯势安尼读吼。当然你会使专利的亏害了吼。但是都较无遐音韵较无遐好听啦，我感觉吼。好。是。好，安尼。好，多谢。今仔日读到这，明仔载咱再继续吼，155年，咱总算读到155年吼。我咧想讲吼，咱是毋是读到最后一档的时阵，咱再搁邀请其他捌来过的朋友来参与，最后围攻日咱野城的这最后10个月，毋知安怎过的吼。咱到时阵，等下我看卖到底是有写到迄当阵无？应该有啦，因为我有看到伊是最后上船迄一天我都有看到吼，我较早我捌现场，我捌去现过，所以应该是这最后这个卫星，小等我看一下好啦。因卫星10个月嘛，所以1662年，因离开是当时我看卖。1662年才记2个月尔吼，所以咱差不多1661年8个月，差不多4个月迄当阵有兴趣的，就会使招因转来听。当然，伊咧迄读起来10个月会当阁读遮久的，我是毋知影伊迄逐工写篇幅偌济吼。若无讲介济无定，咱就会当较早邀请。若真正足济，咱较晚，比如讲。读到最后2个月再来读，1662年再来邀请嘛，不要紧吼。
因为毋是逐个拢有兴趣啊，逐工倒咧读册吼，这种无聊的吼。好啦，到遮。好，多谢大家。规房。